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初7。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第16节到22节。创世纪36章第1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8节。咱今日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兴起工人。伫旧约，上帝赐予雅各，也赐予以色。上帝赐予以撒，嘛赐福予以实玛利。上帝予因拢得到祝福，但是因也犹原家己爱选择家己的路。好若亲像圣经内底的记载，遐个所有来军队坚持军队上帝的人，会当继续来得到福气，因为应允是上帝甲遮相信的人，佮军队伊的人的约定。只要是属伫上帝所创造的人，因拢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咱讲的家业。并且咱对实际的状况来看，遐个无军队上帝的人，因无拄拄家业比人较少。比军队上帝，还是讲咱讲基督徒来少，甚至有可能比基督徒也是咱咧讲选民较济。但是，搁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思考的时阵，所有军队上帝的人拢明白家己的家业祝福是上帝所赏赐的。遐个无军队上帝的人，因会当作遮的福分，也是讲家业是家己的成就甲功劳。保罗伫哥林多教会有真好的服侍，特别伊伫迄个所在拄着阿基拉甲毕基列夫妇两位真好的同工，因做伙同工有真美好的见证。除了因有共同的本业，咱讲做天道以外，因伫教会传福音的服侍也是真好有见证的同工。有好的同工，就是讲伫保罗的服侍中间，上帝兴起阿基拉甲毕基列这两位来成做伊保罗的好的同工。也预备因两位一直到伫以弗所教会，成做后来继续上帝罗卜的好同工。上帝伫保罗继续伊的宣教行程了后，就兴起另外一个福音的工人。毕基列甲阿基拉这两位夫妇，也诚做接待上帝罗卜这个阿波罗真好的同工。阿波罗兴起，减在是因为伊是犹太人，佮对旧约圣经非常的了解。圣经安尼甲咱讲，伊捌学习主的道路，热心将耶稣的事详细讲来教示人。但是伊只有知约翰的洗礼尔。阿波罗是一位足有热心、真会晓讲道，佮足有受到好的训练的上帝罗卜。但是伊嘛有限制啦吼。圣经甲咱讲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伊毋知影耶稣的洗礼。圣经嘛甲咱讲伊这个阿波罗真正确将上帝道理来解说互遮个信徒听。甲保罗共款，伊大有气力来辩驳遮个犹太人，因为伊对圣经真了解。伊嘛诚做见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这个真重要传福音的工人。爱伫正道顶悬无离开上帝的道路，对基督徒来讲，也是讲对上帝的罗卜来讲，是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咱看过以实玛利，
的故事，嘛看过以色的故事，因拢平平有得到上帝的祝福，也有真济的家业，但是因却是选择来离开上帝的道路。伊是玛利娶了埃及的女子，以色娶了迦南地的女子，然后因拢总离开上帝应允祝福的所在。咱时常提及即个上帝的工人，应该真细致家己的生活、家己的见证、家己的言行，安尼才会通伫生活顶悬来证明讲咱是上帝所兴起的工人。咱看去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也咧讲到即个哥林多教会纷争分派的问题。保罗安尼讲，到底阿波罗算甚物？保罗算甚物？阮只不过是上帝的奴仆，要引带恁来归信上帝。阮每一个人拢照着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灌压，但是予伊成长的只有上帝尔定。栽种甲灌压的拢算袂伫啥物，一切拢在伫予伊成长的上帝。保罗非常清楚，因所做的工无算是啥物，因只不过是因看重因，只不过是上帝所兴起的工人。因感觉安尼就有够个啊！最近台湾发生历史以来上大规模即个国会的诉案吼，并且来扣押即个三位的立法委员甲因的助理，但好咱亲像咱咧思考诚做上帝的工人一样，这个国会立法委员因袂记家己的本分，就连其中有一位互人用80万台票交保的立委，因为伊所做甲因的立党的创党的精神互相违背，所以引起了退党的即个一波潮流。上帝所兴起的工人最重要就是爱紧紧来跟对主的道路，来接受迄个分寸，甲保罗同款用性命来见证迄个国活的基督。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16到22节。创世纪36章第1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起工人这个主题。上帝赐福雅各，同时他也赐福以扫。上帝赐福以撒，也赐福以实玛利。上帝让他们都蒙祝福，他们自己也选择了自己的前面的道路。但是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只有那些愿意跟随上帝的人能够继续蒙福，因为应许是上帝跟那一些相信并愿意跟随他的人的约定。只要是属于上帝所创造的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有很丰盛的家业。并且我们从很多实际的状况来看，那一些不跟随上帝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家业或我们说祝福，比那一些跟随上帝的人不见得来得少，甚至更多。但是比较大的不同是，那一些跟随上帝的人明白自己的祝福或是家业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
那些不愿意跟随上帝的人，却将这一些东西都当成自己的成就，都是因为自己的功劳。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曾经有很好的服事，在那边他遇到了雅居拉跟百基拉夫妻2位很好的同工，他们的同工有非常美好的见证。除了他们有共同的本业帐篷之外，在教会传福音的服事上面也有很好的同工关系。有好的同工，上帝兴起的雅居拉、百基拉成为保罗的好同工，也预备他们将来到了以弗所教会，成为这个后续上帝仆人的好同工。上帝在保罗继续了他的呼召宣教旅程之后呢，兴起了另外一位福音的工人。雅居拉跟百基拉后来就成为接待上帝仆人亚波罗的好同工。亚波罗的兴起，可能或是应该因为他是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的了解，并且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他在主所指示的道路上面受过相当的训练，而且心中火热，常常把耶稣的事正确的向人讲解。可是他只晓得有约翰的洗礼。但是亚波罗是一位非常有热心，也很会传讲，又受到相当程度训练的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也有限制他只知道有施洗约翰的洗礼，但不知道有耶稣的洗礼。圣经也告诉我们，亚波罗他愿意或是可以将上帝的道理很正确的传讲解释给信徒听。他与保罗一样，他非常有能力的去驳倒犹太人，成为见证主耶稣是基督的重要传福音的工人。在正道上不离开主的道路，对于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上帝的仆人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旧约创世纪看过以实玛利的故事，也看过以扫的故事，他们都蒙了上帝的赐福，有非常丰富的家业，但是他们却是选择了离开上帝的道路。以实玛利选择娶了埃及的女子，然后就离开了。以扫也娶了迦南的女子，他们都离开上帝所应许所赐福之地。我们时常提及上帝的工人应当要小心自己的生活、见证言行，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上帝所兴起的工人。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提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问题、分党派的问题。他这样说：到底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可是使他成长的却是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一切在于使他生长的上帝。保罗非常清楚地表达，他们的功都不算什么，他们只看重上帝所兴起的工人，他们是这样的工人，这样的职分，他们认为这样就够了。最近在台湾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会搜索案，并且羁押了3位立法委员以及他们的助理。正如同我们在圣经里面反省的上帝的工人这样的思考一样，这些委员、这些助理、国会的助理，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就连其中一位以80万元台币交保的立委，因为他们的党创党的精神跟他所作所为
互相违背，据说也引起了退党潮。上帝心体的工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主的道路，谨守分寸，与保罗一样以生命来见证复活的基督。